今日我會為大家講喺德育方面嘅一啲名人小故事。德蘭修女創立咗仁愛會教會，為麻風者提供居所，營運竹廠、藥房、診所、家庭諮詢機構、孤兒院同學校等。從中可見佢充滿愛心，幫助弱勢社群同埋社會中被忽略嘅人。德蘭修女全心全意為有需要嘅人服務。雖然佢遇到好多困難，例如人手不足、金錢問題，但係佢沒有放棄，而係朝住自己定下嘅目標努力，最終成功咗。佢呢種堅毅嘅行為好值得我哋學習。德蘭修女愛人如己，20歲開始就已經服務人群，可以令我哋知道我哋應該喺自己能力範圍以內要盡量幫助別人。例如，我哋可以將零用錢儲起嚟，捐款俾慈善機構去幫助有需要嘅人。第二位嘅名人就係海倫凱勒。海倫凱勒出世嘅時候就已經有失明同失聰，喺生活上困難重重，但係佢冇放棄，以驚人嘅毅力考上咗著名嘅哈佛大學。雖然佢唔可以輕易咁寫字，仲要有人陪伴佢上堂，從旁協助佢。但係海倫凱勒冇放棄，反而努力完成咗所有學業，喺1904年成功畢業，成為咗史上第一個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嘅視障同聽障人士。呢個偉大嘅成就都係因為佢永不放棄嘅精神。而海倫凱勒嘅努力亦都冇白費到，佢大個咗之後成為咗一個出色嘅作家、社會運動家同埋講者。佢更加致力喺殘障人士嘅事業，四處捐募以改善殘疾人士嘅生活環境同教育水平，成為世人嘅好榜樣。希望各位同學都可以向海倫凱勒學習，成為一個堅毅不屈嘅人。